现出时，大家当咧围炉，咱台湾人过年就食长年菜、发粿，但是观众朋友敢知影其他国家过年也爱食什么菜出？同齐来看马来西亚的华人伫过年爱食什么好料理。过年食青草，澎湃一道菜，代表团圆的好日子。伫马来西亚过年时，其中一定爱食的料理是这项。七彩鱼生，伊准备的过程真繁琐。伊叫捞生捞生，伊其实是广东话捞生，捞的意思就是这个几种迄个食材蓝蓝的好起来，捞生，那迄个生的是生鱼片的意思。这出料理材料侪项，佮高工，伫马来西亚算是餐厅菜。来台湾生活10外冬的吴美英，思念故乡菜，家己动手。就是安尼用无同款的材料，就是安尼一项，用甲幼红白菜头、盐水、姜片、菜冻，配起来色彩丰富，佮有老热喜气的感觉。尤其这出菜食的方式嘛真特别。爱拿好拿讲好话，而且福愈悬，代表福气愈多。换啦！对，要辣高高哦，换啦！很特别，其实，我那边我雅金妈妈有啊，在雅加达那边也有这种习俗，可是我们那边是辣的，比较有辣的。跟咱台湾食的较无啥共吼。嘿，无啥共。台湾过年拢食鱼啊、肉、汤。但是无这款凉拌的菜，这道菜是我第一摆食，我感觉就好食的，我介意。过年团圆围炉，每一个国家拢有代表的年菜。去年开始，因为疫情关系，新住民要回去故乡一抓是真困难。大家小小分享年菜料理，希望今年会当大吉大利，一切平安顺遂。记者尤淑晴、谢桂林，宜兰报道。